做之前，就算第二手係會好明顯有種冤痛同埋掹緊嘅感覺。咁而家基本上我就算旋轉個膊頭都鬆咗。我叫阿邦啦，咁我就做緊881行咗都1年嘅啦，已經。除咗對處理客人嘅需要啦，我嗰啲都要做一啲練習嘅。每日翻工其實同嗰個動作都係咁樣去做，所以其實都冇一個俾佢哋舒緩到嘅情況咯。肩膊痛啊或者腰痛嘅時候，我就會喺嗰啲地方度黐翻啲止痛貼啦。嗰一下就比較舒緩少少，但係其實好快就會翻返，甚至乎係痛到會形成一啲頭痛嘅問題咯。個痛症都困擾咗我好多年嘅，直到朋友介紹我嚟呢個香港醫學痛症治療協會，咁先可以幫我解決到個問題。因為阿邦嗰個工作性質嘅關係啦，成日都要抬起手，同埋佢工作上咧成日都要咧學埋咗個背，所以其實咧佢個情況咧有個圓肩同埋有頸前傾，都會直接咁樣令到咧佢會有頭痛同埋啲肩頸痛嘅一個情況出現嘅。由呢度去到呢個小腦呢度啊，長期繃緊咧，佢個血液循環冇咁好，供氧供血俾個腦咧唔足夠咧，佢就會引起偏頭痛啊嗰啲問題。我哋就做咗一個 MH 魔術手嘅治療咧，去幫佢咧放鬆翻胸肌啦，同埋放鬆翻斜方肌嗰個肌肉問題嘅。咁再配合埋手法師咧，幫佢伸展，處理翻佢嗰個圓肩，同埋放鬆翻啲枕下肌群咧，等佢個肩頸同埋可以改善翻咧佢頭痛嘅嗰個情況嘅。除咗診斷，我哋物理治療師仲會根據實際嘅情況，俾翻工作環境上嘅改善建議，避免痛症再度加劇。首先咧，剪頭髮嗰個客人坐嗰張椅上邊咧，你要校翻一個合適嘅高度，同時都要注意一樣嘢，就係你唔好俾隻手咧彎咗出去。你呢度胸肌越緊咧，其實就會令到你斜方肌呢啲咧反而越嚟越唔舒服。好多時啲痛症咧，其實係由你一啲微小嘅動作咧慢慢引起，積少成多，小問題咧都會變成一個大問題嘅。本身我都係用頭痛醫頭、腳痛醫痛嗰個方向去做呢件事。啱物理治療師同我診斷完之後，發覺原來所有成因係一個圓肩問題造成嘅。呢個係我之前從來冇諗過。咁如果我早啲知道有呢個效果，其實我都會早啲嚟呢度去處理我呢個痛症問題嘅。有一個感覺就係，就算我用唔同嘅姿勢，可能翹腳嘅姿勢都好啦，都冇咁成整體嘅身體嘅拉扯嘅感覺喺度咯。咁我都好多謝今次喺香港醫學痛症治療協會咧，幫我解決到我嘅痛症問題，同埋揾到個痛症嘅源頭咯。相信第一陣剪頭髮都應該會再得心應手啲嘅。